做到專梯專戶。如果係對於私密度比較要求高嘅，咁而家咧就帶大家去睇翻佢異動嘅兩梯兩戶，嗰隻戶型都非常之靚㗎，嗰個戶型就更加值得你去考慮翻啦。Hello， 大家好，又係我 Kyo， 今日咧就嚟到我哋中山市中心同大家分享翻個樓盤啦，就係我哋嘅奇光御廊。點解同大家分享呢一個樓盤呢？因為第一，佢個地理位置真係非常之好嘅，因為佢係我哋東區、南區同埋石岐嘅交匯處，所以可以同時享受呢三個區域嘅一個生活配套嘅。我哋南區嘅天虹廣場咧就喺隔離，步行10分鐘都唔使就可以去到啦。而且嘅話，中意食嘢嘅街坊，了解過中山都會知道石岐咧係我哋老城區好多老字號嘅美食都聚集喺嗰度嘅。咁呢度去到嗰邊咧，講緊開車都係10分鐘唔到嘅時間就可以到㗎啦。東區位於我哋中山嘅 CBD 啦，咁去到嗰邊嘅話，講緊都係2公里唔到嘅距離就可以去到嘅。呢度咧交通方面都係非常之四通八達嘅，因為佢全部都喺主幹道上邊嘅。對於香港嘅街坊嘅話，平時往返香港都係非常之方便啦。呢度經我哋嘅深中通道去到深圳嘅話，講緊都係1個鐘唔到嘅時間就可以到㗎啦，都係非常之方便嘅。咁我而家所在個位置咧，就係佢嘅一個園林裏邊。呢個樓盤咧係做到一個古色古香嘅嶺南風格，大家可以見得到啲綠化方面做得都係非常之詩情畫意嘅。包括佢呢度啲建築，大家可以見得到都係非常之有古色古香嘅感覺，而且開發商都係非常之用心嘅。譬如話佢呢啲木頭啊，全部都係從安徽嗰邊空運過嚟嘅一啲古木嚟㗎，非常之俾心機嘅。而家佢在售嘅戶型咧，都係第4代嘅住宅啦，分別從106方嘅4房到166方嘅5房單位都可以俾到大家去選擇嘅，單價都係15000左右嘅，全屋都係帶埋精裝修俾到你，仲送埋全屋嘅家私家電俾到你嘅。咁事不宜遲，先帶大家去睇一睇佢嘅樣板間先。好啦，首先同大家去分享翻佢一棟嘅細則戶型啦，咁係做到2梯3房嘅，有我哋106方同埋123方嘅2隻戶型。咁首先同大家分享翻嘅咧，就係佢呢個單邊位嘅106方戶型啦，係非常之受歡迎嘅，因為完全做到單邊位啊嘛，一入電梯呢邊嘅位置就係你嘅，呢邊會預留翻佢嘅一個鞋櫃嘅位置，而且通風都係非常之好嘅，一樣做翻佢3合1嘅一個慢慢智能鎖嘅。咁入到嚟，大家可以睇翻佢嗰個客廳係做咗一個樹廳嘅設計啦，非常之舒服嘅，而且呢一隻106方佢做到最多可以做到4間房間，佢嘅一個實用率係非常之高嘅。首先見到咧就係佢個客廳嘅位置啦，做咗一個圓台嘅，坐翻5、6個人完全夠晒用啦，空間都唔會係顯得逼。而且呢度呢個位置咧係一個贈送空間嚟㗎，佢呢度其實你想做嘅話都可以將佢整成一間房，整成一個工作區域都冇問題。咁對住呢邊咧就係佢嘅一個廚房啦，廚房個位置嘅話你可以見到其實喺呢邊煮餸咧都唔會話顯得細嘅，餸嘅3件套都係美的嘅一個 Como 嘅牌子，非常之唔錯嘅。隔離預留翻嘅呢個冰箱位，放翻一個雙門冰箱都完全夠。跟住過到嚟咧就係佢個生活露台啦，呢個生活露台啦中規啦，放翻洗衣機，平時晾衫晾呢度完全夠晒用嘅。而家講緊呢個4.0嘅住宅咧，最緊要就係佢個一個舒適度同埋佢個可用空間係非常之大嘅。咁可以睇翻佢嘅一個全景嘅一個露台嘅，咁佢係做咗一個封窗嘅設計啦。正常呢度係一個門嘅，咁佢打通咗之後推咗出去，成個空間度就出晒嚟，係一個270度嘅一個全景嘅一個陽台啦，效果做得係非常之好嘅。休息區嘅話就會分佈喺兩邊啦，咁左手邊呢間咧就係佢嘅主人房可以睇，帶埋佢嘅主人套廁啦，乾濕分離全部做好晒嘅。去到呢邊嘅床位咧都係非常之大㗎，呢張床係擺咗個2米嘅床嘅，而且嘅話佢4.0住宅咧就同以往唔同嘅地方，仲有一點咧，呢度會有一個飄窗嘅位置嘅。呢隻直接全部剝晒，以利用翻所有嘅空間。呢一套嘅話，佢嘅實用率係去到130%之高㗎，非常之實用嘅。咁對住左手邊咧，就係剩低嗰2間房啦。呢2間房嘅實用性都好高嘅。前邊咧，首先見到咧係佢嘅一個工位啦，工位嘅乾濕分離全部做好晒。我身後呢一間咧就係 BB 房啦，到翻間 BB 房嘅空間都 OK。出翻嚟對住咧呢一間房嘅話，可以做翻間長輩房啦，空間度都係非常之大㗎。呢一套106方嘅咧，正常價錢佢嘅均價係15000左右，咁總價咧就160幾萬。但係咧而家咧有一特價嘅單位140零萬就可以買到嘅。好啦，睇完呢套106咧，翻隔離嗰套大積啲嘅123方嘅單位都係非常之靚嘅。啱先有講到2梯3房，咁呢邊咧就前後個2戶咧就一樣嘅，都係123方嘅。咁呢一套單位嘅話係做到一個橫廳嘅設計啦，而且係做到5房嘅，大家可以入嚟睇睇，真係非常之舒服嘅。雙陽台，有一個主露台，
隔離仲有埋我哋嘅生活露台，而且嘅話佢門口咧正常係有一間房間嘅，咁佢將呢間房間咧就打通咗，變得成個廳嘅話會更加之闊綽嘅，可以睇得到非常之舒服。如果屋企人口比較多咧，你都可以一樣將呢間房保留住，其實呢個廳都完全夠使用嘅。我後邊咧就係佢嘅露台啦，咁露台其實同啱先106方嘅露台咧就係差唔多大嘅，空間度都係非常之足嘅。對住咧就係我哋嘅餐廳位啦，呢個餐廳位嘅話就擺嘅係一張長台啦，坐6至8個人都完全冇問題嘅。咁生活露台咧就係喺佢個餐廳隔離啦，洗衣機啊放呢度啦，晾衫平時係晾呢個位置嘅。左手邊咧就係佢個廚房啦，廚房咧仲做埋一個中島台嘅設計俾到你嘅喎，平時喺呢度啊整下咖啡啊，坐下飲下嘢都幾好下㗎。冰箱位預留喺左手邊嘅，咁佢嘅3件套一樣全部送齊晒，擺呢度所有嘅裝修全部精裝，全部高品質俾到你嘅，非常之好㗎，唔使你去後期裝修嘅，都唔需要擔心話到時裝修啲品質會唔會差，因為呢啲高品質嘅樓盤咧，特別係呢啲市中心嘅位置，佢對於一個交收標準係好有嚴格嘅要求嘅。咁睇翻我身後嘅休息區，呢一間房嘅話，主人房一樣嘅，空間度非常之足嘅。咁對住前邊呢一間咧，就係佢嘅 BB 房啦。呢間 BB 房嘅話，仲要帶埋佢嘅一個套廁俾到你㗎，大家可以睇下，真係相當之唔錯㗎。相當於呢一套房嘅話，佢會有3個洗手間，真係非常之舒服。跟住再行嚟呢邊咧，就係工位啦。呢度係工位嚟嘅，工位一樣全部做好晒俾到你啦，空間度都夠用。主人房隔離咧都會有一間房間嘅。呢間房咧，佢嘅一個樣板間係做咗一個衣帽間嘅設計，非常之夠用。如果屋企嘅女主人平時化妝啊、啲衫啊袋比較多，做翻一個衣帽間，放嘅嘢非常之多嘅。咁過到嚟呢邊咧，首先見到咧就係主人嘅一個套廁啦，非常之空間十足嘅。再過到嚟咧就係主人嘅床位啦，2米嘅床，3邊落床，擺埋衣櫃，空間都非常之大，而且佢嘅一個採光非常之靚嘅。如果係覺得106比較細咧，咁呢隻嘅話就會更加之大翻啲，而且佢個戶型有啲唔同，最大嘅唔同嘅地方咧就係123咧，佢係做咗一個橫廳嘅設計嘅，會有雙陽台，所以就會睇翻你個人一個喜好啦。咁123方嘅呢一隻嘅話都會有埋特價嘅喎，咁正常嘅話呢一套要去到差唔多200萬嘅，而家有一套特價單位183萬就可以買得到。如果對於呢個單位有興趣嘅咧，就真係要快手啦。而且而家揾到 Kio 買樓嘅話，仲可以送埋全屋嘅家私家電俾到你。呢度咧精裝修啦，完全就以後咧係拎包入住㗎，非常之好嘅。咁呢個一棟嘅咧就睇完㗎啦。咁而家咧就帶大家去睇翻佢2棟嘅2梯2戶，嗰隻戶型都非常之靚㗎，做到專梯專戶。如果係對於私密度比較要求高嘅嗰個戶型，就更加值得你去考慮翻啦。好啦，而家咧就嚟到佢嘅2棟啦。咁呢一棟嘅話都係非常之受關注嘅，因為呢一棟咧係做到2梯2戶，完全就係獨梯獨戶嘅一個設計嚟嘅。咁好似啱先我哋電梯上嚟，咁呢個位置咧就完全係你自己去使用翻啦。咁我身後呢一套咧就係148方，而且可以做到5間房咁多嘅，實用真係非常之高。咁入翻嚟嘅話，首先咧豪宅嘅標配，佢一定會做埋呢隻子母大門俾你嘅，係非常之氣派嘅。3合1嘅智能鎖，全部都係標配幫你做好晒。咁入到嚟先睇翻呢個客廳，哇！豪宅真係唔同，南北對流嘅戶型非常之氣派嘅。最緊要咧，呢個露台嘅話就已經係有27個方咁大，可以見到非常之長嘅。好似呢一個樣板間，佢係直接完全喺隔離做翻一個茶室，都完全夠晒位嘅。餐廳嘅話都係用到一個長台嘅，平時坐6至8個人一啲都唔會顯得逼。如果喺隔離嘅話，做翻呢啲餐邊櫃，係咪都完全夠晒位置嘅？咁呢度佢嘅一個餐廳嘅話，其實呢個位隔離嘅話都會多一間房出嚟俾你嘅。當然你都可以選擇將呢邊打通佢，呢邊整成一個休息區，平時做翻個雪茄房啊，喺度坐下都係非常之舒服嘅。咁左手呢邊咧，佢就可以做翻一個中島台嘅位置。隔離咧就係佢廚房個位置啦，廚房都係做咗一個 open kitchen 嘅，平時西餐、中餐都完全冇問題，通風效果都係非常之好嘅。咁後邊咧就係佢嘅一個生活露台啦，平時嘅洗衣機啊就放翻呢個位置，晾衫晾呢邊，包括熱水器嘅位置，佢都係歸類喺呢一個位置嘅，就非常之好嘅。咁我哋去睇翻佢嘅一個休息區先。休息區方面嘅話，除咗啱先講嘅呢一間雪茄房嘅話，都仲有4間房嘅，咁係分佈咗兩邊嘅。首先左邊呢一間咧都係一間套間嚟嘅，喺門口呢個位置。呢
一間房可以睇翻，可以做成一個保姆房啊，或者話有客人過嚟嘅話都冇問題，做成一個客房都 OK。帶埋套廁，你可以見到啲空間度都係非常之大嘅。咁呢度咧係做咗一個兒童房嘅一個設計啦，咁可以做翻就睇翻你個人嘅中意，可動性係非常之大嘅。跟住就係前邊呢度啦。剩低嘅3間房咧，就會喺呢邊呢個位置。左手邊呢一間嘅話，可以做成一個長輩房，或者好似佢咁樣做成一個工作室都可以。點解可以做成一個長輩房呢？因為佢係通住呢邊嘅露台嘅。如果有長輩嘅話，平時去到露台去行下啊，啲陽光各方面都會更加之舒適。對住咧就係佢嘅工位啦。工位嘅話係做咗一個3段式嘅工位嘅，大家可以見得到空間係非常之大嘅。而且呢種3段式咧，真係我覺得咧係最實用嘅。因為平時有人喺呢度洗手嘅時候咧，咁有人上去洗手間都唔會話坐定啦，係咪？跟住過嚟就係佢嘅一個第4間房啦。咁呢間房嘅話都係一樣嘅，3邊落床，而且第4代嘅住宅大家都可以留意到。而家介紹嘅房間咧，通常咧都會有一個飄窗喺呢度位置嘅，係咪先？所有嘅呢個位置咧都會利用翻出嚟，令到個空間更加之大嘅。最後咧就睇翻佢嘅一個主人間啦。呢隻主人房真係豪宅嘅一個標配啦，睇翻一張2米嘅床。啲空間度可以見到，完全夠晒闊啊！你喺呢度啊，擺翻一張化妝台都完全冇問題嘅，而且佢個採光大家可以見得到，兩面都有通風窗，非常之通透嘅，仲會預留翻2排嘅一個衣帽間嘅位置俾你。當然啦，你都可以好似咁樣做翻你嘅化妝櫃喺呢度，但係其實床頭嘅位置都可以利用翻，呢度你整多排衣櫃都完全夠用啦。你可以入翻嚟睇到佢嘅一個主人間嘅套廁真係做到足，預留翻佢嘅一個浴缸嘅位置，而且一樣有企缸嘅位置俾到你，係完全夠晒大嘅。佢嘅梳洗嘅位置你可以見到2塊大玻璃，2夫妻喺呢度都完全夠用嘅。所以想喺中山市中心揾翻呢啲高品質嘅樓盤咧，就真係奇光御來咧，就一定係你嘅考慮範圍之一嚟嘅。咁佢嘅單價咧都唔會係非常之高，單價位到平均嘅15000蚊左右。咁如果買呢套148方嘅單位嘅話，為到總價咧都係200零萬。唔同嘅價錢，享受嘅嘢都一定係唔一樣嘅。咁如果對於呢個項目咧有興趣嘅街坊咧，你都可以點翻個 like 俾到 Kyo 啦，可以 share 翻身邊嘅朋友啦，係中意嘅我都可以發多啲更加之詳細嘅資料俾到你嘅，或者免費專車帶你嚟到實地睇樓都冇問題。咁我哋今期嘅節目咧就分享到呢度啦，我哋下一期再見啦，拜拜。